嘿，各位朋友，我係 Atlas，收睇緊而家呢條片嘅你呢，而家係幾多點呢？係啱啱收工定係準備返緊通宵班呢？我相信大家聽得最多嘅一句問候啦，除咗食咗飯未，應該就係最近瞓得夠唔夠啊？喺呢個節奏快到停唔到落嚟嘅社會呢，即係無論你係需要輪班工作嘅醫護人員啦、紀律部隊啦、餐飲前線啦，定係日夜夜忙嘅，甚至要返中班、夜班嘅打工仔啦，唔夠瞓好似已經變咗我哋每個人嘅生活習慣啦。咁每到禮拜五呢，或者每逢放假前呢，我哋最希望嘅唔係去邊度玩啦，而係我依個禮拜一定要瞓返夠半啊！咁我哋呢，成日都會覺得，既然平時星期一至五好似借咗啲債咁，爭咗咁多睡眠債，咁 weekend 瞓多幾個鐘呢，由夜晚一直瞓到第二日中午呢，甚至下晝再補多個午覺呢，咁樣就加減，平均翻呢，每日都有7個鐘啦。咁樣係咪算扯平咗呢？但係我想問大家一句就係，每次你瘋狂補完眠之後，星期一醒返嘅時候，你真係覺得精神晒，定係反而覺得個人仲更加攰、更加虛呢？咁今日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醫學上面好殘忍嘅嘢，但係每個人都必須面對嘅真相啦。瞓覺其實從來都唔係一條咁簡單嘅加減法啦。咁神經內科專家其實曾經指出過，即使你 weekend 花再多嘅時間去補覺呢，都根本冇辦法補得翻已經破壞咗嘅生理時鐘啦。平時殘晒嘅身體其實唔係靠放假瞓多幾份就可以補得翻啦。咁喺臨床上啦，其實有一個令人好心痛嘅真實個案啦。有一個25歲嘅中年男人啦，佢喺屋企嘅經濟支柱啦，因為工作嘅關係咧，佢長年都冇辦法保持呢個規律嘅作息啦。佢唯一嘅方法就係靠週末嗰陣時咧，大量咁樣去補眠啦，瞓翻夠本啦，由夜晚瞓到去第二日朝早嘅中午啦。咁食完晏下晝又繼續瞓多陣啦。佢以為自己用緊呢個方法，其實達到咗平均每日瞓夠7個鐘嘅健康嘅呢個標準，但係結果呢，佢喺短短3年之內呢，連續中咗風2次。好多人會覺得好驚訝啦，佢明明有補翻足夠嘅時數，點解個身體會搞成咁呢？最近呢，其實國際權威嘅醫學期刊呢，都有發表咗幾項顛覆我哋觀念嘅一啲研究啦，揭曉咗週末補眠嘅3大危害啦。咁第一，其實大量補眠呢，其實會引發身體嘅慢性發炎啦。根據2026年發表喺 Preventive Medicine 對2萬幾名嘅成年人嘅追蹤研究呢，其實有指出到，如果週末補眠係超過3個鐘嘅話，體內嘅白細胞呢指標呢就會顯著咁樣升高啦。咁呢個指標升高咗呢，其實就代表咗你嘅身體表面呢，上面雖然係瞓緊覺，但係內部器官同埋血管呢，其實都係處於一種慢性發炎嘅狀態啦。咁研究更加指出呢，呢種唔規律嘅作息，後生仔同埋中年人士健康風險呢，其實係會增加到去半成嘅。咁而補眠嘅第二個嘅壞處呢，就會造成時差混亂啦。發表咗喺 BMJ Open Diabetes Research and Cares 嗰度呢嘅研究就表明到，呢種過度補眠如果超過2粒鐘呢，就會引發時差好嚴重咁樣，佢會干擾你身體外面嗰啲代謝時鐘啦，同埋中區時鐘嘅同步啦。咁呢種嘅內分泌大混亂，其實係會直接加重代謝紊亂同埋胰島素嘅抵抗嘅，而令到你個血管受到損害啦，引發到心腦血管嘅疾病啦。而補眠嘅第3個壞處呢，就係會加速老化。喺2023年發表喺 Sleep Health 嘅研究呢，就指出咗睡眠節奏差異大嘅人呢，其實係會更加容易出現早衰呢種情況嘅。好啦，咁當我哋以為自己喺度補素養緊身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嘅血壓、血糖、激素分泌會令到成個嘅免疫系統啦、功能啦，都會一次又一次咁樣去受傷害啦。好啦，咁聽到依度，你可能會同我講，你講嘅我都明，但我可以點啊？我要揾食，我要養家，我要供樓，公司要我輪班捱夜，平時返9、6嘅，返到屋企都要做自己嘢㗎嘛。咁可能會間唔中都會搞到凌晨2、3點或者1、2點咁。
你以為我唔想每晚10點嗰陣時準時瞓，朝早6點自然醒？其實我根本冇得揀。冇錯，其實生活確實咧，其實有好多時候都冇得揀嘅，尤其是係需要返中班咧、夜班或者輪更嘅朋友仔咧，係冇一個規律嘅生活作息嘅。我哋先要更加其實需要去諗一諗，萬一呢個超負荷運轉嘅機器突然之間要入廠大搞，我哋同屋企人係咪真係受得起呢個代價呢？咁既然要揾食，我哋係唔可以唔捱夜啦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喺有限嘅條件之下，將傷害減到最低呢？咁腦病科專家醫生咧就提供咗4個非常之實用、有科學嘅補眠同埋作息嘅調整方案啦。咁第一，週末補覺其實就唔好超過2個鐘嘅。雖然放假想瞓多陣啦，但係唔該將起身嘅時間控制喺比平日夜晚唔好超過2個鐘嘅範圍之內啦。例如你平時7點鐘醒嘅，週末咧就最好就9點鐘要起身啦。咁如果要超過2個鐘咧，大腦嘅生理時鐘咧就會被 reset 啦，而導致到你星期日晚咧就會失眠，咁星期一返工咧就會更加之攰啦。而第二咧，午覺最好控制喺30分鐘之內啦。喺捱夜啦，唔夠瞓嘅第2日下晝1點至到3點之間咧，可以安排一個20至30分鐘嘅短暫嘅午覺啦。咁呢個屬於淺睡眠嘅，可以迅速咁樣去幫大腦去充翻啲電啦。一旦超過30分鐘咧，其實就會進入一個深層嘅睡眠，醒翻反而係會更加之頭痛同埋更加攰嘅。第三啦，輪班或者夜班嘅朋友仔咧，就可以用呢個分段嘅睡眠法啦，即係話返完夜班收工咧，唔好一口氣坐喺度瞓死8-9個鐘啦，可以先瞓3至4個鐘，起身食啲嘢，再活動一下，之後再安排另一段嘅2至3個鐘嘅瞓覺。咁呢種分段睡眠咧，其實可以有效咁樣模擬翻正常嘅作息嘅，減低咗生理時鐘大混亂嘅機會嘅。而第4啦，醒咗之後咧，就唔該快啲接觸翻自然光啦。無論你係幾點瞓醒啦，醒翻第一件事咧，就唔該盡快打開翻個窗簾啦，或者去露台嗰度接觸翻自然嘅陽光啦。陽光其實可以向大腦咧發出一個強烈嘅信號啦，即係即時咁樣 reset 翻你嘅生理時鐘。咁講完專家嘅建議之後呢，咁大家可以喺生活上邊咧開始實踐喎。咁但係同時呢，我哋都要明白到意外其實係冇辦法預計㗎啦。正如頭先提到嗰位45歲嘅先生，喺第一次中風之前呢，佢都以為自己只係普通嘅攰啦，瞓一覺就冇事啦。但係原來一個大病殺到埋身呢，其實傷害嘅唔單止係自己嘅身體，仲連累埋成個屋企嘅。所以當一個人生病嘅時候啦，尤其是係中風啊、心臟病啊、惡性腫瘤呢啲呢，其實係需要長期醫嘅病啦。你可能要即時去停工啦，收入呢就會突然之間變咗零。咁但係每個月嘅家用、供樓、租金1分錢都唔會因為你個病而減少到嘅。你仲需要自費啲咁貴嘅醫藥費啦，同埋復康嘅醫藥費。好多時候咧，搞冧一個中產或者基層家庭嘅，其實往往唔係個病嘅本身，而係個病帶嚟一筆債。其實我哋平時咁努力啦，咁辛苦咁去返工啦，就係想為自己同埋屋企人咧起一個安全嘅避風港啦。但係如果我哋將自己嘅身體咧當成呢個避風港唯一嘅支柱咧，而呢條支柱其實本身因為長年累月嘅輪班啦、慢性發炎啦，已經出現咗問題啦。咁當風暴真係嚟到嘅時候，邊個嚟幫我哋頂住個天呢？而危疾嘅保障呢，唔係生老病死嘅賭博，而係一份尊嚴同埋責任。佢就好似你喺高空嗰度工作嗰陣時，嗰條綁喺腰度嘅嗰條安全繩，你雖然咧唔希望用到佢啦，但係正正係因為有佢啦，你喺前線拼搏嘅時候，你先可以無後顧之憂嘅。萬一身體真係響起一攬，其實呢筆即時賠償嘅資金咧，可以幫你頂住冇咗嘅收入，仲可以幫你俾到最好嘅醫藥費。咁咧就可以等你安心咁樣停工去休養2-3年啦，而係唔需要眼白白咁樣睇住屋企人咧為咗錢而乜都做唔到嘅。所以話健康其實係第一，財富、事業、名利其實都係其次。
前面如果冇咗一，其實後面再有幾多個零，其實都冇意義啦。如果作息嘅規律係一件奢侈嘅事啦，咁起碼你可以為自己嘅健康呢加多層防護網嘅，好好咁愛惜你自己，因為你先係你屋企人最大嘅資產。咁今日咧就分享到嚟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咧嘅醫學資訊同埋專家嘅建議咧都有用嘅，可以分享俾你身邊經常捱夜嘅朋友啦，或者要輪班嘅朋友仔啦。咁希望大家今晚咧都有個高質量嘅睡眠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。